咁點解禮咁重要呢？假如我哋人冇咗禮呢個規範，社會就會變得好混亂同埋冇規冇矩。古人有云：無禮必亡，即係話待人不敬、言語輕慢，最終就會令到眾叛親離。今人而無禮，雖能言，不亦禽獸之心乎？即係話人如果冇咗禮，即使可以講嘢，都同禽獸冇乜分別。呢度就可以睇得出，古人認為禮係我哋人嘅道德最重要嘅嘢。如果我哋冇咗道德呢樣嘢咧，咁我哋其實就同禽獸冇乜分別㗎。而如果而家嘅人隨意插隊、惡言相向，唔理其他人嘅感受，呢個社會當然就會變得好混亂啦。